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1月初3。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17节到21节。撒迦利亚书第1章第1节到17节。使徒行传22章第22节到23章第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呼召。上帝呼召人来得救恩，也呼召人来跟对伊，嘛呼召人来对伊的脚迹，搁较呼召人来真多宣教的勇士。当然，这中间也有包括呼召人回头归回，对背离的情景来倒转来到军队。有一首圣诗的歌名是叫做《迷路的人就行倒转》，就是咧讲到上帝的这种的呼召。事实上，是因为上帝的疼，上帝的怜悯，上帝赦罪的恩典，上帝透过先知的预言，当然就是要呼召人来回头。咱知影先知约拿是安尼，以赛亚先知嘛是，耶利米先知、约珥先知等拢是安尼。今仔日的经文，咱看到撒迦利亚先知嘛是安尼。上帝就吩咐伊、呼召伊来讲：“我是上主，我捌对恁的祖先发授去，但是我现在对恁讲，恁转向我，我就转向恁。毋通像恁的祖先以前的先知，将我的信息甲因讲，叫因毋通阁过邪恶犯罪的生活。可是因毋听，也毋顺服我。恁的祖先甲遐个先知拢无伫个啊！我借着我的仆人，就是遐个先知的命令，警告恁的祖先，但是因完全毋插甲，煞尾就去拄着歹的结果。后来因悔改啊，因承认我上主万军的统帅，是照着我的计划，照着因应该得的来处罚因。这是上帝呼召撒迦利亚先知的工作，就是去呼召以色列人回头倒转来跟对上帝。撒迦利亚先知伊嘛转达着天使甲上帝的对话，安尼讲着：上帝天使就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往耶路撒冷甲犹大各城发授去已经70冬啊！你还佫要偌久才会怜悯因呢？上主用仁慈安慰的话来回答迄个对我讲话的天使。天使爱将我上主万军的统帅所讲的话宣告出来。伊讲：我深深疼惜耶路撒冷，我的圣城。我对遐个享受安逸的国家发授去，因为当我压制我子民的受气时阵，因却增加我子民的痛苦。因为安尼，我要倒来到伫耶路撒冷，要怜悯这个城。我的圣殿必须爱重建，圣城必须爱重修。圣经明白甲咱讲，上帝呼召是因为上帝的怜悯，
因此，上帝要爱互以色列人来归回，要互圣殿搁再一次受到重建。上帝因为安尼就差遣天使、差遣先知来传达伊的恩典的呼召。以色列人当初时就是无回应上帝的呼召，抑固伫即个背叛上帝旨意的状况的内底。也因为安尼，才会受领去到伫巴比伦有70年之久。咱也看见着保罗伊的宣教旅程所拄着的困境。伊除了拄着民间宗教反对势力以外，也拄着希腊哲学的扭曲，甲当地文化的差异。其实，更较严重的是犹太人因的军队甲扰乱。当这时伫保罗结束第3摆宣教旅程了后，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保罗就受到犹太人的控告，并且被掠去受审问。今日的经文《使徒行传》，咱也看到一群控告保罗的犹太人大声喊话：“该拄掉，该拄掉，伊是该死的。”这个场景好若亲像甲咱带转来伫耶稣基督受难的情景。当时，济的证人伫比勒岛的面头前大声喊讲：“定伊十字架，定伊十字架。”但是咱拢知影，无论是耶稣基督，或者是使徒保罗，因拢是无罪。但是犹太人却用同款用这个政治罪来控告因。因讲，这个保罗传讲有一个王是犹太人的王。因来控告耶稣的时阵，就讲伊家己宣称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因为家己的骄傲、家己的坚持，因就完全袂记即上帝的呼召，亲像因的祖先同款，因得罪上帝。但是咱倒转来看保罗，伊虽然面对性命有威胁、极大的苦难，但是伊一点点啊都无袂记即上帝互伊的呼召。所以，当伊咧面对审判、审问的时，犹原无袂记即爱宣扬耶稣基督国我的救恩。伊讲：“同胞啊，我毋知影伊是大祭司。圣经讲着，毋通诽谤治理人民的长官。”保罗看出一群人中间有一个人是撒都该党的人。另外一寡是法利赛派的人，就是安尼，伊就伫议会内底大声来讲：“同胞啊，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我是法利赛人的囝。我今仔日伫遮受审问，是因为我望死人国我。”当然，这造成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纷争啦吼。但是保罗当伊面对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以及所有的会众的扰乱这个喧闹，保罗犹原坚持家己对上帝所领受的呼召。主的神也甲伊三甲之地，并且来呼召伊安尼讲：“你着爱有勇气。因为你已经伫耶路撒冷为着我做见证，也必须照安尼伫罗马做见证。”基督徒的咱所领受的呼召是甚么货？咱的困境是甚么货？会影响咱，成做咱的窒碍吗？
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17节到21节。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做至高，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我要日日称赞你，要永远学乐你的名。上主至大，应该受大称赞，伊的伟大无法度测度。这代要对迄代称赞你的作为，要保养你大权能的所做。人要讲起你尊贵荣光的威严，我要少念你奇妙的作为。17节，上主一切所做拢公正，伊的作为充满仁慈。所有求叫上主的人，伊甲因亲近，伊亲近诚实求叫伊的人，敬畏伊的人，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佮会听因的求叫，来拯救因。上主保护听伊的人，毋过做歹的人，伊会甲因消灭。我的嘴要讲出称赞上主的话，愿一切有生命的，拢永永远远称赞伊的圣名。恳求上帝，互阮明白，也愿意坚持所领受的呼召，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的下面，拢勇敢来传福音做见证。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